今晚係整個冬瓜炆午餐肉，歡迎光臨 Super 廚房，請點讚、分享同埋訂閱。呢度就係午餐肉炆冬瓜嘅主要材料啦。首先將冬瓜一嚿切開4嚿，跟住就將冬瓜去皮，小心啲切喎，因為啲皮都幾硬嘅。再將冬瓜去咗嗰啲籽，冬瓜對外邊嗰2層我都唔要，因為喺街市買返嚟都好多塵埃，所以唔要。跟住將冬瓜破開2邊，跟住再將冬瓜切粒咗，切完一件再切另外一件，都係用返頭先嗰個方法。話咁快啲冬瓜都切好晒啦，因為冬瓜比較寒涼，咁樣我哋切數塊薑片備用。跟住我哋處理罐黑毛豬午餐肉，用手撕開黑毛豬午餐肉嗰塊，跟住就攞啲午餐肉出嚟，再將午餐肉切粒。好啦，啲料頭已經預備好晒啦。咁樣我哋熱鑊開中火，落油，放啲午餐肉落去，等佢喺個平底鑊度煎一陣。見到啲午餐肉都開始焦香啦，開始變色啦，咁樣我哋就反轉再煎另外一邊。見到啲午餐肉2邊都變咗金黃色啦，咁樣我哋就可以將佢拔起，用返同一隻鑊，唔使加油，因為啲午餐肉已經逼出咗啲油啦。放啲薑片落去，將薑片爆香。啲薑片爆香之後，咁我哋倒入冬瓜，用鑊鏟將佢兜勻，加入大約半碗嘅水，跟住將冬瓜轉鑊，跟住喺個鑊度開大火，再倒入1湯碗嘅上湯。影片睇到呢度，麻煩你點讚、分享同埋訂閱，有你哋嘅支持就係我拍片嘅動力。跟住就可以冚蓋焗佢5至10分鐘。話咁快已經過咗10分鐘啦，我哋打開個蓋，見到啲冬瓜都開始煮腍咗啦。咁我哋用鑊鏟將佢兜勻，再將啲午餐肉回鑊，喺個鑊度炒佢一陣，跟住加入1茶匙嘅鹽，用鑊鏟將佢兜勻，咁樣就可以將佢拔起啦。一碟10分簡單而惹味嘅午餐肉炆冬瓜，咁樣就完成咗啦。睇完片之後記得俾 like、分享同埋訂閱，我仲有大量嘅影片，請登入下邊 info box 參觀，多謝你哋嘅支持。